选举做家己的主人，过啉1个月就要投票啊！咱敢有准备好啊？咱敢有斟酌每一个候选人的政见、背景，或者是简单看党派、看候选人的背景，食候选人的办桌、摕礼物？若是安尼，即款民主简单是好惊人、招数人的。投票日简单是去参加 party， 做一日主人的虚花，一种无影无食、心理上的安踏尔尔。咱捌讲过，民主嘛有伊的特质。独裁者的进化，亲像假资讯洗脑、假新闻放送，利用党产买断新闻媒体替因宣传。即款的选举，敢是公平的竞争？咱敢有影无影无紧，无去思考咱心内真正想要的社会、国家是做啥物款？囡仔的未来佫是啥物款？这是咱手头的选票会当改变决定的。选举毋是4当一摆的大拜拜，拜过就煞。侪人爱评论政治，感觉政治垃圾。就要拢互主流媒体做出来的神受去做信徒，神讲的话就是话，袂当反背，心袂当有所犹豫。伫咱的民主制度也未甲足胶全，咱公民的素养也无才调做理性思考、分析进程。咱的选举活动永远是政治佬仔的业务。咱煞甲咱手头即张票看甲真无路用，无要关心，嘛无要改变。今年除了9合1选举，阁有公投票，公投满18岁就会当转。今年有买60万的新投票人，所以讲今年是选举嘉年华，有影真斗大。因为公投法的修正。一个公投案通过的核定，为选举人总数的1/2，降低到1/4。有效同意票爱超过无同意票。贴的讲，无同意的一定爱去转票，毋是无去投，就算是无同意。你若无出声，你着目睭金金看民主安怎互创食，自由安怎互束缚。正义安怎互吞踏？选举是民主的实践，嘛是政治佬仔的较场。咱若结点点，一届两届无出声，这选举投票紧绝慢会变做空壳。咱伫遮拜托咱台湾的主人，成做一个有价的公民，好好啊认捌咱各所在地方候选人的政见、品行。阁有公投案的内容，用咱手头的一票，甲咱的未来传往更较公平的路途，替囡仔打造更较幸福的国度。